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曹有欣。27秒，咱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花莲县府为公复在前的罹难者办头七个法会，家属批评县长市政为干那要互媒体翕相。台中校园 A 型流感传甲真严重，疾管署提醒明仔载开始会当助攻肺流感疫苗。双十筹备委员会公布典礼精彩的活动，双十宴会会伫南投来办。花莲公复做水灾到今是第8天，目前也阁有18人来死亡，6个人阁找无。县长市政为今日替罹难者办头七个法会，说服家属是真不满。有人批评县长一来就无用过镜头，拢无来关心，干那要互媒体来翕相。圆通教主。那靠那念这文，花莲县长市政为拜二伫咧花莲水水生命纪念园区替罹难者举办头七法会。哪里仪式啊？家属都在后面啊！哎，他来到底要干嘛的？好，前面摆拍就可以，是不是？不过，雄雄有罹难家属真生气，冲出来骂县府。家属表示，花莲县府一阵官员到灵堂了后，无第一时间先关心家属，就家己走去头前念香念经，开始祭拜。受到代志发生的迄天，罹难者家属也是真生气，因为伊的妈妈根本唔知爱替你。早上我打电话给我妈，我一开始找电话我就打电话给我妈了，然后她说她都不知道啊，她一样过她的生活一样，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结果下午我再打给他的时候，就接到了之后，已经全部都是罹难了，他就打那个完全没有他那个资讯了。我才刚办结婚而已啊，现在我要办白事啊，我要怎么办？根据花莲县政府的统计，崩沙湖灾情拢总造成18人死亡，目前阁有6个人失联，也那罹难者遗体目前先藏伫咧花莲水水生命纪念园区等待火化。除了花莲县政府有办法会以外，伫这灵堂的边仔也设一个关怀站。若是看到情绪较无好、较激动的这家属和民众，因拢会主动来给因关心和安达。有一些就是情绪比较低落的，我们就提供我们的资讯。花莲县府强调，因会陪伴这个家属，后续也会提供罹难家属24点钟的服务，继续追踪关心因的心身状况。记者陈选柯敏哲花莲报道。花莲公复做大水，各界是拢来送爱心。7月因为丹那市风台来发生灾情的台南7个西寮礁，当地里面呢是无物资来捐钱，要甲花莲公复斗3天，若过来出钱出力。日本成功的志工团体嘛要捐钱，11月会专工送去到花莲。今年7月，丹那市风台台南7个西寮沿海上百户徛家的厝顶，互风势甲密密麻麻，因形容若像灭种共款。灾后陆续有资源入来，帮忙清理修缮，家园豆豆复原，这份温情7个灾民藏在心肝内。这摆因看到花莲公复乡嘛受到天灾吞噬较真严重，西寮里面自发性募款，短短2天有100几个里面响应，若传2台大车的物资，嘛募50万的善款。这会到加减。花莲的所在比咱遮佫较食的有够济，所以讲，阮拢大部分拢整理好啊嘛，较会迄个自发性来参加即个募款的活动。毋是讲哦，咱刻意去迄个，去人要求无。看有那只。有啦，安尼嘛好啦，安尼。这人间哦，这个安尼当将这个大分散出去啦。甲因的心意用做钱，要送入去花莲灾区，唔干那7个西寮乡亲的温暖。伫日本成功市，嘛有志工团队发起花莲灾区的捐款活动，外面会当看到真侪日本人排队要捐钱。因讲当年311大地震，台湾捌帮助过日本，这份情是一世人的感恩。因按算11月会专工来台湾一抓捐这条钱。それは一重に15年前の東日本大震災の記憶が残っていたからだと思います。あの時台湾からは多大な支援を受けました。その感謝の気持ちがまだ残ってたとい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除了民间自发性，台南市环保局嘛出动山鸟，社会局嘛调度洗身躯的车，形成善意的循环。虽然花莲灾民也搁咧面对中间的挑战，不过这份世界来的温暖，让人感受到台湾人团结做伙面对天灾。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好，灾区唔若需要钱，需要物资，灾后买中价嘛真需要卡手。
那内政部派替代役外役家，嘛有10外个受刑人来到3工。也即马到苏济连假结束，今仔日虽然是上班日，透早游园有真侪人来支援。火车到花莲公园了后，真侪早刷跳的志工落车，准备要去灾区到3工。那时候连假看到很多人都来帮忙，那我们也是尽小小的力量，可以帮助这边的光复乡亲。今天是想来刮土，对，然后我还有另一个是护理师，看能帮什么忙。虽然到苏济连假结束，30透早也是有真侪志工为各地赶来，想要到协助中建。一个为火车头出来，就会当看到真侪二手的虾讲摆甲真整齐。光复火车站的门口，在南边摆满了大量的雨鞋，这些雨鞋其实都是前3天连假的时候志工们穿过的雨鞋。不过因为可以再利用，经过大致的清理清洗之后，许多今天来的志工还是可以再使用，达到资源再利用的目的。直到收假的时阵，真侪志工甲用袂到的虾讲留伫灾区，有爱心的人士一箱一箱甲洗好清气，内底嘛消毒，而且甲寸球写好清楚。有需要的志工买当来使用，觉得很棒。那找得到自己合适的吗？哦，可以。我其实自己有带，只是我这个有点紧，我想说换一双松一点的会比较好做事。圆锹，因为想说大家都来这边帮忙，然后留给下一位，让下一位就是也可以继续把这个善传下去。除了虾讲以外，嘛有志工甲沙跳顶顶的工具留伫遐，希望更较侪人会当来遮斗3工，把救灾的量延续落去。虽然市区已经真拍拼咧清理，不过也是有真侪条车路甲学校，也有真侪落雨梅。内政部支援超过70个替代役来协助清理，花莲自强外役家嘛带10外个受刑人投入救灾。大家同心协力所清出来堆积在道路的污泥，以及家户清出来的垃圾，要优先能够排除。官府表示，所落来清理的工课，会甲重点放伫咧人家厝清出来的家具甲落雨梅，会先甲载护走。所落来巷仔甲车路嘛会看情形来做管制。另外，灾区的落雨梅内底可能有铁片甲幼玻璃等等危险的物件，已经发现有民众去刮到或者是擦到的情形。组织团队指出，目前已经完成超过500例清理空喙甲填空喙等等的手术，嘛提醒救灾人员爱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好，即马中间的工课是继续咧做，馆长市政委是刊文章，希望讲有愈侪山鸟怪兽才会动形机构进入灾区来协助灾民恢复家园。也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想要提出帮山湖灾后重建条例，针对这站行政院强调讲，即马有的丹那市风台重建特别条例灾区的范围已经有包含花莲。关注持续作业，山鸟嘛驶入去建筑物内面的土图，要拼灾后建复原。花莲县长市政委2号发文，征求山鸟怪兽等4种动形机构进驻灾区来支援，机构协调所嘛向中央来请求支援。跟中央应变中心请求抓斗车20台、倾泻车10台、轻钩车38台，跟工程水车80台。就是那个小怪兽啦，从室内清出来了。哦。现在等于说室内的泥浆清出来以后才算完成，室内没有清出来的话，你这个救灾就会被延宕。马太安区帮山湖一大水动创花莲的光复乡，到30早起死亡的人数是18个人，失联的有6个人，受伤的拢总121个人。台水宣布提供受灾户用水减免的措施，花莲县光复乡的用户减免9月到10月的水钱，台电嘛有减免措施，让民众会当安心来拼家园。另外，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拍算提帮山湖灾后重建条例，帮助灾民来恢复家园。这次马太新堰塞湖不幸事件当中，我们也看到立法院有不分党派的立委都准备提出重建条例，我们诚挚的表达感谢。当然，国民党也有国民党的版本。救灾的脚步不能停，任何法案的提出，我想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都愿意充分的来讨论。不过，行政院强调现行丹那市风台重建特别条例，灾区范围已经包括花莲县，预算的规模有600亿。若是经费的部分够需求，行政院提出追加特别预算，希望立法院会当支持。嘛认为讲这是上有效率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美国农业部处长带团访问咱台湾3天，外界咧又讲可能是要讨论美国牛肉这部分。
另外，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传出讲，佮再去美国要来进行第5届的关税协商，毋过伫咧同时间，美国商务部长表示讲，台美的晶片要对半分，这互社会真关注。伫社群平台铺相片，顶管写讲伫台湾推广美国鸡肉。伊是美国农业部贸易甲对外事务处长林德伯杰，29带领要50间美国农企业贸易团来台湾访问3天，是川普第2任期头一个访问台湾的美国官员。AIT 指出，林德伯杰嘛甲台湾鸦片产业的头人见面，外界咧又讲可能会针对美国牛肉来讨论。这一次大阵仗来啊，我很担心的，他们的农产品进来台湾可能零关税，这个对农民的伤害非常大。两国在农业上有很多项目是互补的。其实台湾很多农业项目呢，也有机会到美国去出口。乐见台美双方的农业交流，能够在更宽阔的一个基础上呢，去互相进行互利的贸易。虽然民进党团讲真欢喜看到台美农业交流，不过为农业关系来绿营立委陈冠廷，伊是表达忧虑，呼吁政府应该爱甲农民的利益守好条。另外，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甲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振宁有风声讲，因要搁一届去美国做第5轮对顶关税的讨论，嘛协商有关晶片关税的232条款。像是美国商务部长罗德尼克提出台美晶片一边生产一半的讲法，引起关注。Well, if you have 95%, how am I going to get it to protect you? We need enough production. So the idea that I pitched them was, let's get to 50-50. We're producing half. And you're producing half. That has been the conversation we've had with Taiwan. 经贸办表示，未评论美国的讲法，不过会谨慎来面对。谈判的进度嘛，伫咧适当的时阵，甲民众来报告。也若国民党立委批评讲，台积电上先进这条，若去互美国强迫，就爱分割。台湾谈判的机制行会乌有去，政府应该爱坚守底线，无排除要求总统赖清德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记者综合报道。也澳洲举办花沙安全论坛，咱台湾第一摆有外交部长洪邀请去参加。林佳龙发表演说，希望台湾甲澳洲合作，阻挡中国、罗西亚这威权扩大势力。外交部长林佳龙最近第2遍访问澳洲，这回应邀参加第12届花沙安全论坛，并且发表专题演讲。参加澳洲年度的重要安全盛会，林佳龙讲，这嘛正拄好是澳洲甲台湾做伙阻止威权扩张的关键时刻。Taiwan can help amplify Europe's industrial might and remarkable capability for innovation. Taiwan, with its prowess in advanced semiconductors and electronics, stands ready to serve as a key enabler, helping to amplify the strengths of European leaders. 林佳龙强调，强化全球供应链韧性正重要。台湾会当协助澳洲发展半导体加 AI 产业，伊希望澳洲各国加企业会当进一步深化对台湾投资，也点名中国、罗西亚、伊朗加北韩等威权政权已经形成动乱轴心，民主朋友爱做伙建造一条辉煌供应链。事先就宣布，你等于说很明显的波兰他不担心，来自于中国的一个抗议。那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外交的突破。这边论坛也邀请咱国的现役将领、国防部情报室处长谢立生，伫澳洲建立基础建设的亚洲洞察场次，甲美国退役海军少将摩根马蒂邀请北约澳洲盟军最高统帅布里德罗佛丁人港台会谈是较罕见。军事的合作或是交流，基本上是属于比较敏感的一环，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可能是比较新的发展。林佳龙也伫演讲时阵讲，澳洲也正拄到罗西亚威胁关键基础设施的挑战，这甲台湾所拄到的情形正同款，因为中国一直用普设地带建设、网络攻击加军演，想要破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记者综合报道。双十典礼今年国歌是由中华大全国小合唱团来演唱，立法院长韩国瑜今仔日伫记者会致辞，是先关心华人的灾情，呼吁大家做伙帮助灾民渡过难关。也10月初9双十晚会要伫台中来举办，10月初10双十宴会会伫南投来办，也这是南投建关以来第1届。
上次大会特别讲啊，今年主题是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就被委员会也公布活动亮点。典礼同时会由国防部联合各队联合战军二队来操演。国军演唱是邀请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各小组特邀的中华关大传歌手合唱团用纯情歌声做开始。筹备会主会立法院长韩国瑜致辞时，先向花莲灾区献祝福。对于花莲的灾后重建，我们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帮助花莲乡亲共度难关，让这个花莲受伤的土地上以及人民带来温暖与帮助之情。我也祈祷上天，天佑台湾，天佑花莲。找到暗会会成伫台中停场，主场选伫文心亲民公园应用了6000到8000人。南投县是建县以来第一摆的宴会，首创七彩水白宴会，融合日时彩烟甲暗时照明弹，打造浪漫景象。放地点换绕路客家情人球，总共是放43388番，创近10年来上济。一天啊，要能够疏散20几万的一个人潮，对我们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但是我想，如果可以有这么多的一个人潮进到我们南投县来，我要把我的短板变成我的长板。活动会期是到暗暝拢正6节，除了重点隆重的仪典，也结合音乐甲宴会时间响现，共同庆祝一年一摆国家重要的日子。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宜兰抓到2站人口的买卖主嫌是伫大溪做饭店拐越南的女性来台湾做性交易。大溪乡民代表张景定是牵涉在内，即马已经封羁押，检方依法起诉主嫌等12个人。大溪警力攻击饭店，一个现场人员佫提工具破门，要将人口黄昏集团全部抓起来。警方破门了后，叫内部人员拍落卖国叮当，因为检验这条证据，依然有人口黄昏集团用收集真好做理由，骗越南籍女子来台湾自由工作，但入境了后，就扣留护照这物件，佮通报失联这方式，强迫这女性伫集团伫宜兰做的饭店做性交易，就算心理机构也袂当停工。经后续扩大追查，查知这个人口贩运的主嫌是一名陈姓女子。她是透过不肖人力中介招募办理来台工作之越南女子入境后，以胁迫、监控、扣留护照之手段，强迫从事性交易。这案件爆出来是因为有被害越南女性透过面册跨国向朋友求救，佮传出被关的通影相片，检方收到证资料，启动侦办，查到姓陈姓游主嫌等人经营应召站，佮透过查到的派遣应召记录，佮化解另外一个姓李的主嫌注册应召站，这应召站短5个月就赚800多万。本件提起公诉，并且检察官就主嫌分别具体求刑，有期徒刑9年。检警发动800搜查成8人，用违反人口贩运防治条例等罪嫌起诉涉案的12人。另外，这案件也被检方查出，大溪乡民代表张景婷牵涉做姓陈姓游主嫌的应召站门神，目前已经遭到羁押，检方另案继续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有一间诊所去向指控违反劳基法的有一个护理师表示讲上班15天了后，说讲伊无通过试用期，也这15天的薪水算是训练，所以无要互伊钱。即马劳动局当咧调查。透早就未少人来看病，门口大的诊疗项目是真多。这是台北市在地服务10年左右的家医科诊所，不过即马刷标出投资证据。离开的时候，他们却跟我说，因为试用期的关系不入用，所以我这个月做的工作是没能拿到我该有实有的薪水。那我听到其实是蛮受伤的。当事人被小姐指控来工作了后，诊所就要求伊签职前训练同意书，期间拢做护理师专业工作，包含抽血、管理药品等。想不到伫做15天了后，被小姐却被告知无过试用期，而且因为是职前训练，所以无薪水。他做的这些内容，其实都已经实际上在提供劳务，而不是单纯的接受训练而已。那这种情形之下，依照劳基法里面的要求，你是实际在提供劳务工作，那诊所本来依照劳基法的规定就应该提供薪资给他，而不能用职前训练同意书来做规避。
双方劳资争议，被小姐透过律师向台北市劳动局申诉，劳动局伫8月19发起路检，确认申诉有加班费无付，差不多欠1,000左右。另外，针对个案深受劳动保护薪水状况，也伫9月16号发动路检，不过结果还未出来。诊所这边有很明确的，就是做一个说明。那双方对于劳雇关系的一个说法，确实是说法不一。那所以的话，我们目前还在认定中，并没有去认定说这个是具劳雇关系或是不具劳雇关系。针对 B 小姐的指控，诊所也未回应，敢若表示院长也咧看病人，不过劳资双方讲法拢无同，敢若希望劳动调查结果能赶紧出来。记者综合报道。8天前，一个姓李的大货车司机咧送货时却因为过劳来无命。即马案件是来到二审，该判家属胜诉。不过劳保局表示讲就要3审确定，才会当有即载死亡的给付。家属认为讲无合理，今仔日是去到劳动部抗议。拒不给付。大声发口号，希望劳动部检讨过劳给付差价的做法，而且随去关心过劳死亡案件的家属，因为一个姓李大货车的司机8年前伫送货路面出现过劳的情形，抢救也是救无倒来，家属提起诉讼，1审败诉，2审改判胜诉，向劳保局申请即载死亡给付差价，防以要3审定刑为理由，拒绝给付。家属认为无合理。3000多个日子了，这些年我和公公婆婆3个孩子一路走来，是怎么撑过来的？他说：“哇，这是专案，所以呢，我们呢，因为吕太太不是专案，所以呢，我们就还是不给付哦。我们这个时候就大骂他，怎么可以欺负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职灾劳工？”家属伫几个劳团的陪同之下，去劳动部申请，希望会当比较 RCA 工伤案1审胜诉，就给付差价的做法。爱拢共款，唔通以3审定刑为理由拖因照顾。要拿劳动部派人出来接受定情。如果有新的市政，也可以再向我们劳保局这边提出申请。我们劳保局也会去审视相关的一些资料。如认定有新的市政的话，我们会依照行政程序法第128条的规定，再重启程序。劳动部强调讲，给付差价需要依法办理。家属2审胜诉了后，若有新的事情，会当阁提供劳动部做调查申请。这个案司法的官司，因为货运公司对2审的判决不服，持续上诉。目前专案由最高法院审理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校园 A 型流感是传甲真严重，开学到昨有396个人通报确诊，疫情唔但野悬，阁比过去较早来发生。疾管署就推出讲可能是甲免疫力无够有关系。听青讲，明仔载开始会当来注公费流感疫苗，也个风险族群就要赶紧去做。透早诊所到病人快筛出现 A 型流感，台中市校园引爆 A 型流感疫情。第一线是科医所观察，9月开学了后流感病例暴增，目前中是向出至到3岁，因讲是一人为着专家破病。A 型流感的确诊的人数就一直在攀升，那尤其是青少年，他们互相传染的情况更严重。家里有一个人得的话，几乎全家也都会感染。9月开学报告1个月，台中市府统计到9月19为止，全市学校通报确诊 A 型流感有396人。校方正做高风险区，西屯区中庆国小附生幼儿园教囡仔洗手，防止疫情。勤洗手、戴口罩啊，那注意这个保持相关距离这一种公共卫生的观念已经落实。比如说发高烧了不来学校上课，师生卫教宣导，注意呼吸道及咳嗽礼节，落实生病不上班不上课，避免疫情发生。疾管署表示，顶礼拜全国流感就诊52.9万人次，比前一礼拜提高10.2%。其中台中市为16148签关到18971人次，而且疫情比以前提早报道推测，甲免疫负载有关系。往年大概就是12月初左右，会进入流行期。那今年确实是有提早的一个现象，可能跟免疫负载有关。中央地方卫生单位呼吁10月7日会做3期公费流感疫苗，包含目前流行的 A 型 H3N2 甲 A 型 H1N1 拢在内，卖686万剂，高风险族群爱较早来做。记者综合报道。
来讲，即几冬自由畅水开始伫台湾来发展，毋过这项运动哦，伊的制度甲规范有真侪无明确的所在，这是常常引起争议。今日政府部门、立法委员、民间团体是开座谈会，讨论海洋活动相关的事务。台湾有真侪种海洋的活动，包含唱水味、徛桨、雏影等等。不过，真侪民众咧做水上活动的时，常常拄到渔船，也是上海岸的船。人甲船相拄的时，要安怎避免相爱相落？敢有明确的规范？即寡无确定的所在，也拖出真侪争议。如果说这个重叠是不可以避免的。我们如果全面分区，这里如果可以玩水，你就不能来做渔业作业，或甚至船只的通行。那事实上这样子只会造成台湾海域空间利用更大的限制跟麻烦。可能有一些人船避碰的问题，然后也有一些缺乏统一一些管理的问题跟制度上的问题，会停在我们好像想要去带动热度，可是却实际上有一些混乱的基础。民间团体表示，目前亲像小型的动力船甲动力铺具，拢还未建立人甲船避免相爱相弄的原则。这其中，亲像船员的瞭望责任、航行距离、甲速限等等，拢无明确规范。另外，亲像自由畅水味，若出现风险，政府要安怎辅导业者合法经营？若国家甲保险业者赔偿的义务范围又搁算到底？这拢是经营自由畅水味业者拄到的难题。要他们去登记一家潜店，对他们来讲其实成本有点太高了。但是如果不登记，又好像会走到违法的这件事情上面。依照保费来说，我没有办法去负担我的收入，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让我很想要合法，但是我又无能为力的感觉。目前台湾的海客事务由真侪机关分别管理，亲像运动部管理人员、交通部观光署管活动、金管会管保险。政府的相关部门安怎看部会整合甲协调，甲等待讨论甲协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亚大专教师评鉴制度到今年是满20天。高教工会表示讲评鉴的制度是无控管，去互未少大专男三用。也评鉴的项目是有够济，煞甲追求学术一点仔都无关系。高教工会就呼吁讲，爱用专业发展支持系统来全面代替教师评鉴。做到大学教师评鉴，违反大学应该享有学术自由的上重要精神。高教工会理事长南华大学的教授周平对学校实施评鉴的第1年就全面抵制。有130项啊，如果真的每一项都要顾到的话，大学老师就必须要疲于奔命了啊，然后手段跟目的就错置了啊，每天都为了几点啊，所以教书的生涯就变成几点人生。学校和研究怎变做1点的人生？高教工会指出讲，这侪学校列入教学研究、辅导和服务的评鉴，唔那是济甲有够含，嘛有真侪无合理的所在，无款招生、无领超过时间的钱、仪器设备的少出收入，拢是评鉴的项目拢有积分。开南分部的调职人吴品尧，佮以服务学校做例，今年一评是考老师。我们学校有要求老师要有那个。专业精进或所谓的教师研习嘛，是做手工肥皂，或者说去做瑜伽。当然瑜伽对身体的健康不错啊，可是这不应该作为老师的专业教学跟老师专业研究的成长项目嘛，以及来评判一个老师有没有已经到了足以去解聘他的程度的一些活动。如果教育部愿意这样子做，这个中小学的这个教师专业发展支持系统。这样子的经验，如果能够取代教师评鉴制度，我觉得对台湾高教品质的提升，应该是会一个很正面的具体的作用。每学正常的教学和研究受到严重干扰。工会指出讲，大学法第21条规定讲，大学教师评鉴制度做教师升等续聘、登记聘任、停聘、无要续聘和奖励重要参考。因认为讲，这个条文应该甲改掉，而且以教师专业发展支持系统来全面取代教师评鉴。记者综合报道。以下战争到达尾2冬，也为着要甲哈马斯灭掉，甲47个人质甲遗体救倒转来。以色列是对加沙发动大规模的封锁甲空袭，也这是引起人道危机。美国总统川普提出和平方案，目前以色列是有同意，就等哈马斯来点头。以哈战争要满2年，美国总统川普这时阵推出目标是结束以哈战争的10点计划。而讲川普甲到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开联合记者会，伊表示以色列应同意这项提案，即马就等哈马斯伫72点钟来表态。But if accepted by Hamas, this proposal calls for the release of all
remaining hostages immediately, but in no case more than 72 hours. 川普的和平计划包含双方停火、哈马斯释放守护人质甲以色列换犯人，也有以色列的分阶段撤出加沙，哈马斯同时解除武装。川普佮规划组织一个临时国际稳定部队，确保加沙安全。另外，还有国际监督机构和平委员会委任成员之一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The leaders of the Arab world and Israel and everybody involved asked me to do this, so it would be headed by a gentleman known as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of the United States. 甲进前，川普表示会清空加沙人口，重新将加打造成做海滨度假胜地。这摆川普计划特别讲到巴勒斯坦人未被迫离开加沙。纳坦雅胡虽然对川普表示支持，不过也讲到未来以色列继续在当地危险，而且暂时未支持巴勒斯坦属地政府管理加沙。But if Hamas rejects your plan, Mr. President, or if they supposedly accept it and then basically do everything to counter it, then Israel will finish the job by itself. 针对川普所讲，将要接近达成的和平协议，美国学者认为，那哈马斯拒绝以色列得到美国全面的支持，采取必要的行动，所以哈马斯好像是无别的选择。中东媒体半岛电视台是对1点计划细节甲执评提出5大基本，包含3人在治理加沙安怎治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角色佫是啥物，以色列撤军的时间，也佫临时国际稳定部队要安怎安排。另外，这份北疆红岸对巴勒斯坦建构的讲法也拢无清楚，前提也真济，连讲是无答案。公司新闻洪如梅报道。马达加斯加首都示威行动到当后是几若天啊，就是因为断水断电16点钟，这少年人站出来抗议。更惨是强力压制，街头逐天拢有冲突，上无是22个人死亡，上100人受伤得好。联合国来批评讲，这个武力啊用过磅。落尾总统是宣布政府解散，就是希望讲这个示威行动会当豆豆啊来顿好。大阵的顶部警察向学生一步一步挖紧，写催泪驾驶甲无头枪支，抗议学生举标语等石头，个人伫街头用导火连拉阻挡。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安塔那那利布，下青年学生因为有10多点钟断水断电，伫安塔那那利布大拍4边示威，对顶礼拜四传到打，今尾是逐工伫首都的街头爆发冲突。所以啊，天天在那现在在上 TikTok， 现在在上什么呢？现在在上弄做啥呀？的，在非常serious呀，的天呀，安连马拉都非常的那。After not the answer at 12, refa ya now zanum tar ken like grave. De met malala kape, fa refa isa hai piana cha funa mzurwan tanja 联合国统计已经有至少21个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但是马达加斯加的外交部否认数字，强调这是风声也是错误的信息。官媒指出，这届青年示威受到昆阿甲尼泊尔Z世代运动的启发，是马达加斯加的总统拉乔丽娜自2023年连任以来上严重的挑战。16 ans au pouvoir, on lui a donné maintes chances. Il nous fait des promesses différentes. Kua Nuizan, Arakni Andin fa Ivatam Dimapulu, ao amin'ny lalapanirinan, dia nanapa-kevitra ho androany, nia ampitsahatra nia Prime-Ministra sy ny gouvernementa amin'ny asany. 拉乔丽娜强调，伫新的政府产生进前，现任的部会首长会暂时代替职务处理日常的政务。但是外界质疑，你敢真正会当互民怨转好？马达加斯加这个伫印度洋的岛国，自1960年独立以来，就常常有动乱。2009年，拉乔丽娜就是靠群众运动上台，即马煞因为断水断电，搁再受到挑战。抗议学生呼吁社会袂当搁忍耐，爱站出来争取改变。国际新闻第一人编译。台北罗斯福路家人路口甲圆环拆掉，改做正交路口。好，连假结束，今仔日是第一个上班日，上班时间回报讲哦，车开始塌，开始倒直，甚至是塌到桥顶。市长蒋万安表示讲哦，会请市府团队来改善。现场的回报车辆数量又大幅的增加，而且有几个方向是塞车的状况。交通、公务、警察局等相关局处要尽速的因应并且改善，同时也要通知我们的图资
做更新。都不熟撞到。对啊，都不熟。对啊，不熟就刚刚看不懂了。不小心撞到吗？对，就是。谁撞谁？我撞到他。现场阁有骑倒摆的，因为无熟悉路，或只看无来下着车。市府表示讲有收到民众针对路况所提出来建议，市府会请相关局处来调整飘线号志才会实施。高雄马头山红头岛废弃物是超过2800吨，7个行为人伫期限内是拢无动作，地方就积极市府拢无作为。环保局是强调讲，一切爱照程序来行，行为人无处理，会换找地主来清。地主若无清，市府才来斗拼，也费用是找相关的人士来讨。今日早起这个环保局是去到现场考察，其中一个地主才载怪手来到位。环保局要求地主拜五进前提出清运计划，1个月内爱清好势，若无会罚钱。那你做强力的你强力的执行吗？强力的执行在哪里？看到环保局副局长到场来考察清运状况，马头山人民协会会长已经挡袂牢，大声喷市府效率有够歹。会长讲，顶礼拜公休地部分已经清煞，这礼拜要来看其他2大清运状况。这件代志到底当时会当收煞？其中一位地主也专工载怪手到场，表达愿意配合清运。地主讲，伊嘛是受害者，会尽力协助地方甲市府，甲土地恢复原貌。这个怪手。去破坏我们的纽泽西护栏，把它吊挂起来。吊挂起来之后，然后再用这个怪手去吊挂那个废弃物，然后履带比较高嘛，就这样开进去，去里面丢置废弃物。对。针对地方这期市府无作为，环保局再次强调一切爱照程序行，行为人无处理，就会换找地主清。若是地主无清，市府就会代替清运，再搁找相关的人士讨费用。环保局表示，虽然今仔日地主有载怪手来清，不过伫咧也未收到清运计划时，确认废弃物会当得到妥善的处理进程，目前这废弃物也未当载走。搁有规大地的铝渣搁伫内底。我想讲，其实这就是讲，阮为什么对环保局一直这么的痛心呐，那一直在这呼吁，一直希望说赶快，让这块土地尽量的减少再污染了。清理计划除了交代去向之外，也要告诉我们清理的期程。那我们会要求最多只能1个月。环保局要求，这礼拜5进前爱交计划时，1个月内爱完成清运。马头山废弃物有超过2800吨，自年初发现到今已经半年外。会长表示，市府虽帮甲公有地先清好，不过涂骹也是一堆建筑废弃物伫遐，伊毋望拢爱清好好势。记者柯家族柯兆阳、柯永昌报道。花莲共和国中是训练真济棒球选手，不过今麦因为放山湖做大水，球场是互烂土规个引起，要复原尚无爱半当，也教练有咧协调，讲要刷去别位来训练，不过交通这方面嘛是拄着困难。田径场冲过来的，大概从200公尺那边冲过来，然后连那个校门的那个石墩也在我们的一垒侧。球场互涂刷涂霾盖起来，向下底清1公尺，才勉强看到红土的场地。就连边仔的牛棚区，也有一只汽车卡伫遐，无法度震动。洗了应该也是没办法使用啊，里面有堆积那个沙土的话，就没办法使用。器材区也是酸断甲真严重，吹断来捌打真少，格拉布也拢无法度使用，发球机也歹去啊，损失尚无有50万。不过个人上烦恼的是这件代志。然后我们下个月就要比全国赛的预赛啊，我们已经有一周没有练习了。然后假如说像是瑞穗或平和，他们都是可以坐火车去的，但是学生怎么来球场或者是来学校，就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花莲的共和国中出真侪运动的高人，尤其是棒球真出名，培育出周书杰、周金辉、甲高国辉等等真侪位现任的国手，也是以前的国手。即摆好一场大水霜冻，敢若是场地复原上起爱半年，训练计划全部拢乱去，该面对要搞的全国比赛。不止棒球队的训练受到严重的影响，在光复国中校内也满是淤泥，正在清理当中，包含家政教室、音乐教室相关设备都严重受损，将来学生上课教学也面临难题。未来若是恢复上课，普通的教室可当使用，不过加上音乐、唱歌各类的艺能课程，因为教学空间真垃圾，上爱设备也拢歹去。
学校赶紧调整上课方式，真侪动手做的拢无法度进行。也许在不能实作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用其他，可能可以先讲逻辑、讲学理，或是利用影片先给孩子一个概念，那再实际回来操作，这样就是做前后的一些顺序调整。学生的上课用品、老师的教学教材，拢随着大水的霜冻，实在是真凄惨。学校要恢复正常，阁有一段真长的路要行。高市新闻采访报道。汤市府讲要伫平镇新区南区艺文中心，就去予议员来质疑，讲2033年才会当有土地，也时间单起好设计头尾爱15档。市府回应讲都市计划确定了后，会做伙设计场馆，加速机定。外观看起来阁新鲜，去年才完成结构的补强的中立艺术馆，其实已经有40年的历史。场馆的所在真细，设备阁旧，需要定定来维修。大型国际级的表演团队较袂想要来遮。文化局考虑到原地重建，但恐惊会真侪年无法度来进行艺文展演。规划伫未来代替平镇车头附近的平镇高中南边的农业区，新设南区艺文中心。就两边都可以平衡，就是南区跟北区都可以平衡。艺术馆其实那个场地是很好，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活动都没有到很多。我们也很乐见其成一个好的场馆的发生，对，因为真的是有好的场馆，一定会吸引好的演出团体来，这一定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嘛。同的民众大多数拢赞成嘛，认为讲南艺中心的规划交通利便真重要。但是有议员质疑市府暗算2033年来取得用地，甚至搁要等7年到8年才完工，等于15年后才落成启用，批评新地票根本就无一个影。1500席到2000席的这个大型的演艺厅，那以及一座700到800的中型剧场，大概200到300的黑盒子的剧场，配合南区艺文中心的设立，还有铁路地下化的这个平镇站的南移，还有这个捷运局线的一个可行性规划的这个路线的相关的一个调整。平镇高中南平农业区整体开发计划案初步规划是以南区行政园区和符合国际水准的表演艺术场馆为主，差不多是46.3公顷的用地。都发局讲后半年提报汤市都委会来审议了后，提送内政部审议。按算2028年都市计划确定了后，会公布来做场馆细部的设计，缩短整体的开发时程。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过去的研究，咱台湾得到灵感的比率，40岁到70岁女性是达到85%遐尼悬。国民健康署对今年开始就扩大灵感体检的补助，40岁到74岁女性每2档会当免费验灵感1摆。内面伫形状挂粉红色的带，算是今年灵感防治月正式起稿。灵感是国内女性发生率排第1、死亡率排第2的癌症。国民健康署指出，伫初期，也就是若伫0至1期发现，存活率有到100%。千万唔通认为无望就定的，都不要去检查。它可以检查出来一些钙化跟微小的肿瘤，那这些肿瘤是你可能没有症状，或者是摸不到的。毋过做灵部电工的摄影是真痛，互袂少女性感觉真惊。也有人就是讲超音波的检查就会当取代。毋过放射科的医师讲，这是错误的观念。透过甲灵部饲互边边做电工的摄影，若有生歹物会当量早找出来。要透过压迫，增加它的解释度，还有它的对比度，从而我们在那个密麻麻的乳腺里面找出早期可疑的一个表征。敢有其他较袂痛的方法？其实会当经时间检查。最佳的检查时机是经期开始5到7天后，才去做检查。这个时候我们的乳房比较不会肿胀，会比较舒服。可能第一次做会不了解，那难免会紧张，就会可能会觉得痛。每2年去做一次，做习惯了、规律了之后，其实不会这么怕痛。根据英国的研究，国内灵感发生的比率，40岁至70岁女性有到85%。国健署今年扩大检查的补助，原底敢若补助45岁至70岁，还佫有40岁至44岁有家族病史的女性，即马扩大到40岁至74岁。研究嘛显示，透过早期检查发现的个案，有要6成是0至1期早期的灵癌，嘛会当减少30%尾期灵癌发生的比率。记者综合报道。
好，感情确实一直是台湾10大死因的第1名。不过呢，这个治疗癌症的药啊真贵，有真侪人是感觉真有压力。政府就伫今年成立癌症新药基金会，根据统计，目前已经对11项新药有给付，预估会当助赞3000多个家庭来减轻因100多万的负担。癌症一直是国内10大死因内底排第1。真侪民众拢伫性命甲经济当中做选择，因为有一寡癌症新药是无健保的，若家己开钱治疗，拢爱开100-200万，有的人负担袂起，就放弃治疗。这个癌症西药基金动资的规定、使用的规定，所以我们在这个规定里面加了什么？加了这个是属于叫做行政院需要透过行政院核准的专项支出，所以它在健保的费用里面，可是又跟大家习惯常知道的健保总额其实是不一样的。癌症病人的心声，政府听到啊，对今年开始，癌症新药基金会正式启动。根据台湾癌症基金会统计，目前已经有11项癌症新药预估会有3000多个家庭受惠，一个家庭会当减轻100多万的负担。这6个癌别呢，就是神经纤维瘤、多发性骨髓瘤、非小细胞肺癌、乳癌、大肠直肠癌，还有淋巴瘤这6个癌别，那有11项的药品。透过这个癌症新药基金呢，来给付了。这个新药评估的时候，能够维持永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哦，所以要有一个科学性的评估。所以这个未来 CHAPTA 的这个医疗科技评估中心，它的任务范围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它要建立这个适当公正的科学的方法跟指引。为着实现医疗平权，政府成立癌症新药基金会，目前新编50亿行政费用来支援。不过基金会和专家拢呼吁，治疗袂使长期，基金至少爱编100亿才有够用，而且爱列入去法律的保障。记者陈心东、林秀凯台北报道。中华保心路厝耶稣性命堂是咱台湾中部上早起做的天主教堂，今年要满150档。这礼拜啦，特别来举行庆祝活动，除了弥撒祈祷，阁有真罕得看的圣体游行。教堂的合唱团把握时间练习，要替10月初4的庆祝活动做准备。中华保心的老厝耶稣圣命堂今年创立150周年，教堂为年初就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这礼拜6，阁有真罕得看的圣体游行。10月初4，这届是咱的系列活动的上尾一个活动，就是咱的闭幕式吼。为下早开始吼，就有靠咱听过，就是弥撒吼。弥撒了有一个圣体游行吼，包括咱的主题曲的合唱团，吼，搁咱礼仪人员吼，拢会今日做一挂演练。1875年创立的中华保心老厝天主教堂是中部历史上久长的教堂，也保留侪19世纪的文物。圣堂表示，这个所在毋但是地方的信仰中心，嘛和当地发展有真密的关系。150年来，伫地方做真济代志。这条老厝路是咱附近上早的北流路，咱遮有上早的孤儿院，甚至有买足济家私来帮助咱附近的村民，比如讲家机桶、抽水机等等吼，这拢是咱天主教会爱人的一种表现。今年是天主教25年一届的喜年，嘛是老厝圣堂创立150周年。圣堂就讲有真侪台湾各地，甚至嘛有立陶宛、日本、菲律宾的团体来遮雕成。未来也按算整合教堂古文物、地方文化特产，甲附近的社区资源，要甲老厝圣堂打造成一个兼顾信仰、历史甲观光外交的综合雕像地。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嘉义竹崎金西社区早期就是用贵竹仔做纸，后来呢拢改换机械，就较无人来知影这个文化。即马社区带民众学安怎用贵竹仔做纸，希望这项技艺莫失传。从外地来民众去到纸了为主，上界在地做纸的过程较功夫。伫咧嘉义县竹崎乡山过金西村，村民较早挖沙食沙，利用竹仔发展做纸的产业。社区里村长讲，迄当阵家家户户拢咧做纸，做纸是金西村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在本县每一户拢有做纸的，若
算讲无去做纸抢，就是挖人的抢，反50-60户，50-60个纸抢，有的较低啊，较济就是1户一个，若较少的，算挖迄大户的。为着要延续在地历史甲做纸基业，社区利用文化区的体验活动甲讲堂，互参加的人除了合适地个运用甲做纸的过程，嘛会当来认识金山社区较早做纸的历史。他是真的拿就是以前这些用竹子做的纤维，让你直接去体验把它做成纸的感觉，我觉得蛮有趣的。社区理事长表示，较早因生产的纸主要拢是拜拜用的金纸，后来因为变为过机器设备，做纸的产业豆豆就安尼来消失。希望透过文化季的活动，让少年人知影较早做纸的过程，嘛渴望透过这段历史，会当替地方各找到新的发展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新竹本土语推广协会招大人囡仔做伙练捌歌戏，希望歌戏甲舞剧会当传承落去。专业的身段、脚步、手路，互大卡的大人囡仔看甲新神，出来佮教大家利用马鞭来学歌戏、跑马的各种动作，互来参加的人拢感觉真趣味。阮大汉囡仔，伊之前有参加过其他的迄个歌戏的台语团，伊就是就介意伊的衫，伊讲迄衫甲穿甲足水的，水袖安尼嘿，即个体验互印象足深的。新竹本土剧推广协会指出，歌戏是台湾本土发展出来的传统艺术，为着互更加侪人了解歌戏的美美角角，特别办活动，互大家来体验歌戏。伊会当讲做咱台语的水，而且上主要伊是本土发展出来，比如讲即马少年人拢去听歌剧啊，听外口的演唱会啊，毋过像阮细汉的时阵啊，阮就是听歌戏大汉的啊，所以阮大汉了后，阮嘛想要打这种文化的根，个艺术的美水，来传到咱的后一代。活动中，有小介歌戏内底各种角色家师，安排大家斗阵来搬戏，培养对歌戏的兴趣。对囡仔来甲伊扎根落去安尼对遐来种迄个籽，对囡仔安尼，互伊去接触到了，伊对歌戏有一个概念。当期后，伊若大汉了啊，是路边看到庙口的歌戏啦，甚至去剧场，甚至电视也是网络看到歌戏，伊就有亲切感。伊有一个熟悉，有一个亲切感，渐渐伊就可能有机会是爱着伊，甚至变成一个忠实的观众，也是一个参与者。透过推广活动，主办单位希望将歌戏这项传统艺术传到少年辈，那会当延续台湾本土的戏曲，也当传承武艺。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观众朋友，咱来看下半晡的天气。北部地区29度至36度，中部地区29度至33度，南部地区29度至33度，南部这边28度至32度，大岛地区28度至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